老头的。你还没有用过的呀？你没有，我不是给你了吗？你哪里给？哎呀，还是你要帮我用。你好了就是。我们还没好。对，等下你的我有一条呢。那一条在张老师那边呢。我以为买你。对呀，我不会用嘞。好了，谢谢。你那个黑的线你就用在黑色，就那边。你刚才是拿桌上的吗？怎么这边又多一条？我拿那个来补啊。这边。哦。这边啊。我以为你帮我用了的话。他们剪这个，我还忘记放。我这个剪刀很特别。就请问他剪刀怎么用？那。我先说什么？没有剪刀怎么跑来桌上？你好厉害，你干嘛？很会赞美。对呀。你忘记我的哦？没有，我想说大家一直拍。像羊带缸。你看换谁来？你看你呢？啊，换我了。好。没有，还有小慧，还有一个小慧啊，小慧帮你缝好了。先把我的推掉。老师帮我缝，好，我帮你缝。你要帮我缝。会缝嘞。谢谢。哎呀，我这里还有。谁要帮我缝？谢谢。顺便。那等下说换我了嘛，换我了就来。对呀。那个贝壳，这个袋子可以缝，可以像会的哈，一下子来。对，像我们就要慢怕那个哈。不需要换线啊，时间上的话，时间上就会对。小慧，这个是你的啊？对，你帮我缝的。诶，他的这个呢？哇，小慧有人帮你缝的。我有啊，因为缝很慢嘞。是半。我要读到2个。那你为什么不选呢？我还去台南了，我去选。你要跟他。根本一定要去台南学。这什么线？要用红色线了。对对。因为是红色啊。我家里也有，我买那个15000个面色。我老师在缝的。啊，老师缝比较快。哎，可真的就给它动啊。因为我爸叫了，老师就在那。就是你们做现在那个是然后用那个新的。你知道那个刮牙胶吗？刮一个手自己刮的。是你们就是怎么样吗？西湖套。哦，他们是结婚在哪里开？没有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绣那个绣针。那个是这个才是真的绣。像那个自己的地吗？要开什么针？一般就是简单。什么之类的吗？风味吗？你想说方法很大就对了。有一种叫黄赖寒。黄赖听过。没有关系。在水进口水进口的地方，然后到了冬天都会消失掉。对，昨天开始。有一个那个影片，他每家有。不
叫黑咖啡，什么很苦的。我还没骂他嘞。买了你就过来嘛。进口的地方，环保的指标。鞋子材质，早上。我还很多，还很多。那个一间买鞋子，是说有一次去上街没买鞋，你可以放在那个上次那个，下来再坐下。祝你买不起，是这样的。上次我跟王五提到，然后我说，哎呦，那个是我同学，我已经跟他讲2次，他还不知道，他真的很聪明。那个王五真的很聪明。说没有当校长，还当校长哇！我大家以前不是这个对吼啊，很会唱歌呢，对呀、音乐组的。我那个大部队伍很好，不是2部队伍，因为我是最小的，最小的媳妇。那个陈之烈的那个老婆啊，竟然是我同学的老婆，王慧玲。他说他娶，他不是说他娶那个大鸟的那个老师吗？这都没想的是王慧玲不是白，不是那个啊，不是以前最爱骂我们的。他竟然说他是他的祖母啊，他的祖母是那个闽南人，闽南人，他妈妈是客家，他爸爸是原住民。以前他是最会讲教我们说我们是华人，国中的是。我说真的假的？那个是你是，我说你认识的那个，我们现在国中联络上，他讲。真的假的？那个什么你是台湾族吗？他说对呀、我就很不客气跟他说，跟他讲说是真的假的。他说他就跟我说，他还是贵族家、头目家、大鸟的姓王的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国中都不晓得是说他是有台湾族，这是大爸嘛。对，结果反而都是他们在骂我，不是吗？结果我就讲说啊，我说我好，我就跟他讲说我好冤哦，他就怎么说。我说国中的时候啊，每次都是你们大5国小的吼骂我们那个华，那就是你们大5国小。他就骂我们华，那就是要2排，对不对？其实等一下，如果那个用好的话，你这个还没有好。这个还没有啊，还没啊，我在等你，在等。我说如果这个你们这个袋子用好了，下面这边的也可以先弄，因为没有碍到。哦。只是说贝壳不要。贝壳不要，像我们现在我的黑色的。不是，这个黄色的。这个啊。我们那个我给你们的这个只是用黄色这个。哦。哦，这样子。怎么讲这么